主爱向你说，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做中来进行，咱来判定研究的来语信息。头一首，咱来判定信息用过手，天地万国众人着听。请回头记月来听一拜，请师父来。 我
即个拄则我无可能唱好势，对伊建牌驻台赢吼，伊即个所在咱这是绝对注意的。对伊建牌驻台赢。咱内摆刷了，车重叠车道的加注记得离车，车子以外，咱再来进行咱的聚客。请咱安静一分钟，准备今仔日礼拜。糟糕。然后，互别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因为你的拯救，伊的快乐怎样啊大？这是咱来源信息，信息第58首，信息第58首，伊的万福尽人有惊，请彼此专守。
永远行，用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上帝的创造宇宙的存在，我是你的所有的上帝的信仰，但是你现行动态，对你才是有爱的事情，你对你要有的行动，对你的信才所回复，每上帝对上帝的话，请你拿起真理的圣灵的你的力量和信仰和信仰，我是你信心，信仰我的道理，信仰的什么？最有下来，有对话，另外的道理。阿门。下水。接下来来启示，请根据启示文第21篇，启示文第21篇，也是诗篇100篇，我来启，大家来读。在地就应摇花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乃是伊创造的，乃是伊的百姓，用感谢伊的名，用感谢伊呼拢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请咱阿爸来祈祷。亲爱的弟兄，我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教会，在介的环境中，仍然继续施恩保守，互我同心平安，彼此相协，一同见证你的恩典。主啊，我也特别为着教会各项事工献上祈祷，求你亲自引带教会。前的方面，使我者刚刚义务以及年龄，所有被动的一项事工，我袂使毫无你的心意。求你引起并做环维持卫生事工的兄弟姊妹，和教会不只是聚会所在，而是传扬福音、造就信仰、荣耀你的名、属灵的家门。主啊，我也为着我们去结束的兄弟姊妹来感谢你。感谢你以这段学习的时间，塑造伊的性命，求你帮助伊，不仅是完成课程，也能将学习的真理活出来，伫家庭、工作以及教会中，成做美好的见证。欢迎的继续靠无你的话，伫生活道路上不断成长，最后成做看亮他人的门路。主要我也从教会这看病受苦的兄弟姊妹，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施恩怜悯，亲自医治伊的身体，安慰伊的心灵，赐下力量，对健康以及各样的困难也随你照顾看顾伊的家庭，互伊伫个机会中继续安慰以及扶持，愿你平安中充满伊，互伊伫软弱中永远会使经历你的力量甲恩典。主啊，愿你继续保守阮进来，互阮伫个这个世代中持守信仰，彼此扶持，同心奉养培养，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乎你。阮是安尼感谢祷告，同时奉主耶稣一生的名来念，这是阮也用主的祷文来祈祷。愿你的灵，你的开始，你的领导，你的影响，你的引领，俺的身体健康，才会让我就是我才让我快乐。我的好事情，我的外快乐快乐，你的我但你都能够承受，来来都是，阿门。
先先对马太福音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我到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样拢要煞互恁。煞来是伊要来书1章8节到9节，第8节。若是论到囝来讲，上帝啊，你的作为代代以来，你的国权柄是正义的权柄。第9节，你来公义，万有不报，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用欢喜的灵我赢过这个同伴。这是咱请圣管会来保罗，因今仔要用的诗词，万年高明，记起来。
讲到咱请本堂导师，伊要讲到的题目是环境甲利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有一天，有一个阿公开车，甲伊个孙仔载去佚佗。伫停车场开出来了后，迄台车行到路口，就拄着红灯。孙仔就甲伊阿公问讲：“阿公啊，安怎拄着红灯，咱来停落来？”阿公应讲，因为警察较有权柄，伊若看到咱无停，伊就会罚单。孙仔想一个，佫问讲，咱若警察无伫遐呢？阿公讲，安尼规则有缘伫遐，嘛是爱着。孙仔佫问讲，若四界无人看到呢？阿公讲，想一个，然后讲，安尼哦，你阿妈较有权柄。孙仔就毋知影伊讲啥。安尼是啥物意思？阿公就讲，因为若互阿妈知影，我伫外口开车违规，我转去比受到开单搁较严重。亲爱的弟兄姊妹，现代人拄着上大的问题，其中的一项就是现代人毋知影。家己到底是为着啥物来活？伫人生逐种的阶段中间，逐个人拢爱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啥物才是咱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咱到底应该要怎样去运用咱的时间、精神甲才调？才会当活出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总是问题就是，咱现今所处的世代，咱的社会一直在予人灌输一种观念，就是真理是相对的。这个世界不断在甲咱讲，世间根本无绝对是非的标准，逐个人拢会当照家己的想法决定啥物是真理，嘛会当用家己的方式来定义价值。甚至有人想讲，生命本身不过是一场偶然的发生，人类的存在根本就无啥意义。甚至无壮观的意义。兄弟姊妹，当一个社会失去绝对的真理，人就真容易迷失方向。慢慢啊，人就开始感觉痛苦、失望，找无人生的方向，甚至对人生完全失去目标，就会当人。人毋知影，家己是为着啥物来活，就无度活出真正的价值。有一位近代真出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位牧师，就叫做 Miles Monroe。伊捌公开分享过，伊伫过去30年外的生活的中间。虽然逐天拢真无闲，因为伊伫世界各所在伫传播伫服侍，总是伊讲，伊的生命反转变做愈来愈简单，原因并毋是因为伊变做较轻盈，而是伊无代志通做。伊解释讲，伊是因为伊会晓一项真重要的功课，就是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拄着啥物款的境遇的中间，拢照上帝的优先顺序来活。
到尾伊讲见就讲，当伊真正面对这项属灵的原则了后，伊就无搁继续互这个世界的大众的有限选择，也是价值观牵走。反正伊的心愈来愈专心，愈来愈清楚知影，啥物才是上帝真正看重的代志。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人生的优先顺序，伊的生命虽然可能有缘真无闲，总是伊内心判断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单纯，因为伊已经知影家己到底是为着啥物来活。兄弟姊妹，是讲伫第一堂今仔日插进来的，不过伫华语堂即个主题已经讲到6、7摆，每一摆拢无共主题，拢是共款，就是优先顺序。兄弟姊妹，耶稣真清楚甲咱教示讲，独独大生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一切要加天互恁，就遮物拢要煞互恁。意思就是讲，咱若大心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一切自然就会得到满足。你有相信安尼无？耶稣将咱看起来真复杂的人生的问题，简单化做2项上重要的代志。第一项就是祈求上帝的国，第二项就是祈求上帝的义。当这个人将生命焦点放伫上帝的身上，一切互人分心消磨生命，甚至连累咱属灵生命的代志，自然就袂阁继续甲咱控制。一般正常来讲，人逐工真认真去上班，真侪时阵是因为咱想要得到安全感，想要得到稳定的收入，嘛想要伫生活上有保障。这是普遍来讲上班的理由。当时耶稣提醒咱讲，这一切拢要加天互恁，这句话真有意思。我毋是讲莫去上班，坐伫遐伫等。你要注意圣经内底所讲的“加天”这个字，意思是讲，人生有一寡祝福，毋是单单靠人家己努力拼出来，乃是上帝加宽手赐互咱的恩典。你捌想过无？上帝互咱有做工的能力，互咱有体力，通养生咱的家庭。不过，上帝毋是期待咱一生干那为着趁钱来活。上帝的心是真正期待的是咱大心将生命的优先顺序排列好势。因为真正有福气的人生，绝对毋是世界所会当提供的。真正蒙福的人生，是大心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将上帝成做咱生命真正的重心。当咱愿意活出上帝所设立的特殊了后，上帝就真自然会当供应咱一切的需要。耶稣所讲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个经节提醒咱上帝的国以及上帝的义，是咱诚做基督徒生命中上重要的2项代志，而且这2项绝对袂使分开的。因为这个国度，若是讲国家国度，
永远会反映出国王的本质，嘛会显明君王的性情。共款义就是上帝国度内面上重要的本质。什么所在若有上帝的掌权伫遐，就应该会看会出上帝的公义。因为义会生出义，不义会带来混乱，甚至产生败坏。所以耶稣讲，但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伫内面所讲的上帝的国，毋是干那一种宗教的观念安尼尔。上帝的国，意思就是讲上帝的治理权、统治权，甲伊绝对的主权。这代表伫上帝伫万有的中间，拥有完全、绝对的权柄。所以耶稣讲要大心祈求上帝国，头一项的意思就是，咱爱甘愿活伫上帝统治下边，承认伊是咱生命真正的主宰。换一句较简单的话，就是爱接受家己成做上帝国的公民。意思是讲，对待以后，咱的生命的主权，无过上帝家己是交互上帝来掌管。不过，世间侪个人拢掠讲，加入这个宗教，归属于这个教派，也是固定来教会出现聚会，安尼就叫做信仰。也是啥物？总是耶稣所讲的，毋是干那加入这个宗教的组织，乃是规人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度，活伫上帝的权柄的下面。所以上帝的国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上帝的义。若无上帝的义，人就无法度真正活伫上帝的国度的内面。圣经内底记载，义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有正直、公正下的标准以及顺服法则。这个义毋是干那咧讲道德的行为，毋是干那讲做一个好人尔。搁较重要的是讲到一种正确的关系，就是人甲上帝之间是毋是踮伫一个正确的位置。咱会使安尼理解，虽望上帝国咱看袂着，总是上帝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度，敢毋是？上帝国看袂着，不过上帝国是真实存在的。咱嘛知影，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的法律，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的规则。国民若好好啊遵守法律，国民才会当享受国家所提供的权利以及保障。若国民违反国家所定的法律，就会失去伊原本应该有的特权。所以拄仔所提到迄个神学家Miles Monroe，伊捌讲到，伊讲义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意思是讲，这个公民愿意顺服国家的法则，维持家己甲政府之间正确的关系，安尼一切应该有的权利就自然会得到。同款，
上帝国嘛有伊的法则，上帝国的宪法就是圣经。地上的法律可能是人制定的，总是上帝国的法则是上帝家己所设的，所以伫这个正常的王国制度内面，国王所讲的话就是法律，根本就无讨论的空间，嘛无讲价的可能，竟不是安尼。所以，咱若顺服上帝的话语，咱就代表咱踮伫徛伫义的地位。咱若拒绝上帝的法则，咱就偏离公义的源头。所以真明显就是义，毋是干那做好事尔，嘛毋是干那参加宗教活动尔。咱是伫上帝面前活出正确的生命的立场。所以若说讲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意思是讲大心确认家己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倒来是愿意照上帝的法则来活。当一个人愿意真做上帝国的公民，而且用顺服的态度来活，伊就是踮伫上帝所欢喜的所在。安尼，结果就是生命中一切真正所需要的，上帝拢替伊备办。这就是上帝国根本的法则。其实耶稣在讲的说明的是基督徒两项上重要的优先顺序，拄我所讲的上帝国甲上帝义，这两项嘛分别代表两种属灵的观点。头一项上帝的国代表的是官兵方面的，意思是讲上帝有伊的统治权、主权以及治理权。这就是所讲的王的权，这嘛是宗教改革一位真重要的人物，大家拢熟悉的加尔文，伊的思想内底常常提到一项真重要的概念，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伊嘛提醒咱，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无论是历史、文化、艺术、人类的命运。也是这个世界各项的一切拢伫上帝的管理的内面。所以，当咱接受上帝的国，意思是承认上帝对咱生命有绝对的管理。第二项所讲的就是义代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代表人的立场以及甲关系，意思是讲。咱伫上帝面前，是毋是踮伫正确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圣经所讲的祭司的职分。但是这个祭司毋是神职人员的职权，新约的教会所讲的万民拢是祭司。祭司上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家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伫上帝国的原则内面，国王甲祭司原本就是袂当分开的。因为王权讲的是治理，祭司所讲的是关系。一个人若真正活伫上帝的国度内面，伊不但爱承认上帝的权柄，伊嘛爱努力保持家己甲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所以，国王甲祭司其实是一项代志。圣经有记载讲，一个当头生的基督徒，不但是上帝国国民，伊嘛是上帝国的祭司。大家拢真熟的经节记载伫彼得前书，伊讲：恁是受拣选的族类，皇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
这代表咱同时间有两种的身份，就是国王代表官兵，祭司代表关系。咱会使安尼去理解，就是王权，互咱拥有上帝公平合法的身份。祭司的这份是帮助咱继续维持家己甲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王权是宣布我有合法的身份，成做上帝国的国民。祭司的身份就是用祭司的态度保持家己每一个时刻甲上帝之间有正确的关系。所以信耶稣毋是信耶稣了后就无代志，信耶稣是逐天爱军队耶稣的脚步，为了必须有记载讲，要继续行高传来完成咱得救的功夫。意思是讲，咱需要继续用敬畏的心，活伫顺服的态度内面。保守家己无得偏离上帝的法则，因为虽然咱已经得到救恩，总是咱犹原需要保持家己的性命，继续看家己行有活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的顶面。咱若失去顺服上帝的态度，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慢慢出问题。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伊不但爱信任上帝掌管咱的性命，嘛爱学习时时刻刻维持甲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由咱既然是上帝国的百姓，嘛同时间是服侍上帝祭司。我用一个开车的譬如来说明，咱若有开车的人，你拢知影，恁逐摆你伫开车，你拥有自由，你会当安怎开就安怎开，对毋是？脚伫你的脚在你的脚上，你安尼开，安尼加油，安尼就做。总是，当你拄着红灯的时，随往你伫赶时间，不过你甘愿停落来，迄时你就是亲像这个祭司，因为随往你想要冲过去了，不过你爱遵守交通的规则，所以徛伫边仔的警察。伊无权通处罚你，这表示讲，你透过守法维持你甲政府之间正确的关系，同款的道理。一个愿意顺服上帝话语的人，就是维持家己甲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所以甲王的权同款的重要。这个公民犯法，就算讲伊犹原是属于迄个国家的国民，伊嘛可能失去原本有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咱会当理解，世间真济的基督徒虽然已经得到救。毋过，伊活到真肃香、真软正，伊无法度活出属天丰盛的生命。原因可能毋是因为上帝无要祝福，乃是因为人无维持家己继续活伫上帝法则的中间。兄弟姊妹，基督的救赎，互咱成做上帝国的子民。行伫基督的义内面，互咱继续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
所以咱需要思考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义的内面的官平到底对倒落来？上帝国生活中真实的官平到底对倒落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真实的官平毋是出自人本身的材料，乃是对上帝遐来的大官平。上帝毋是干那拥有一切官平，伊嘛愿意将属天的官平授予迄个甘愿活出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希伯来书有记载讲，上帝啊，你的宝座永远当存在，你的国的官平是正直的官平，你以爱公义，万分不法。这内面所讲的官平，大忌犯罪官平，你若看中文，伊是犯罪权杖，迄个乖啊。两种的大忌版本拢犯罪官平，不过你是看中文的，中文是翻作权杖。权杖是古早时代国王王权甲治理权的象征。当一个国王不能伸出官平的手的时，意思就是允准这个人通来到上帝，来到王的面前，有资格甲王讲话。以斯帖记有记载这个画面，以斯帖人无予王的允准。伊若家己大主大意入去王宫要找王，伊就随时会可能无人处死的。独独当王伸出金的管影的时，伊才会当平安来到王的面前。这互咱明白一项代志：官平的管影代表一种受权的资格。嘛代表一个人有资格进到王的面前。同款伫上帝国度内面，上帝嘛愿意的百姓伸出官平的管影。这个官平的管影就是义。所以换一句来讲，义就是咱伫上帝面前运用属天的官平的根基。当咱选择顺服上帝，活伫上帝法则的中间，咱就自然养伫上帝所欢喜的所在，因为安尼，咱才会当好大亲近上帝。为着义来活，本身就是一种祝福，因为义会当保守咱歹做错误的选择，免得家己的性命陷入破碎以及混乱。所以雅各书提醒咱，甲世间做朋友的，就是甲上帝对敌。兄弟姊妹，咱只有一天来到教会，5天6天拢伫外口的世界。这个世界常常鼓励人走底路，讲利益最大先，自我中心。总是上帝希望伊的百姓学习忠心、顺服甲圣洁。可能咱所有的无偌济，毋过咱也愿意继续活伫上帝所讲的义的中间，忠心面对耶稣。上帝一定照伊的时间，将一切恩典赐予咱。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真清楚讲，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一切拢要加添互你。这句话毋是对放向人的安慰的话，这是一切上帝国子民生活根本基本的法则。上帝国讲的是关键，就是
我今有真正承认上帝是我生命的主宰耶和。上帝的字讲的是立场，就是检查家己，我今有愿意继续活伫甲上帝三角行即种的关系内面也无。最后，我想要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若是即个囡仔住伫厝内面，伊即个囡仔本来就有即个家庭属于的身份，伊永远是即个家庭父母的囝。总是，若是即个囡仔一直是背逆伊的父母，无尊重父母，嘛无想要遵守厝内面的规矩。身份上虽然无改变，总是一直无法度享受本来这个家庭对伊的信任关系，以及讲啊福利。兄弟姊妹，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嘛是安尼，咱因为基督得着救，食做上帝国的囝儿。这是身份，毋过咱竟有继续顺服上帝，活伫上帝真理的法则内面，也无。这当决定咱真正经验着上帝所讲的丰盛生命。亲爱的弟兄们，上帝无呼召咱，干那做拜祭的基督徒，上帝透过耶稣呼召咱，成做上帝国的公民。当咱真正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上帝会亲自的替咱的人生负责，因为真正福气的人生。毋是咱拥有偌济，乃是咱活伫上帝的光明的下面，会当依照耶稣基督的名，请做下。伊要上帝叫你来帮咱进行大受苦费力，阮逐摆伫生活中间，用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阮一切转入伫耶稣基督国外的大关营下面，得到光荣。阮逐摆决志来到上帝面前来缀耶稣的头的时，咱每一摆拢领受新的费力、新的希望。就你来报晓，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领受对天顶来的费力、勇气，来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我来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来祈。阿门。感谢牧师今日的分享。这是来源信息第123首诗，信息第123首诗，耶稣真正死过啊，请去因选手。
一起来幸福小组对8周的这个配合。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哦。咱在场有这些幸福小组，这3组的人已经去亚洲了。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再见。感谢主，到会当继续
伫传福音，随望毋是干来用小组尔，不过小组伫教会系统内底是真稳定，逐年拢有2摆的时间，小组嘛真出力来派小组出来传福音，真感谢主，求主使用即个小组。会当假设教会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10万名做主的门徒的教会。我们感谢上帝，谢谢。一起来报告分会消息。第一点，拜登第2届双语门徒训练毕业名单总共14位，请咱自行观看。要定着7月5号。礼拜天来举行毕业典礼，迄天为台华语联合礼拜以及联合新闻自由培养有爱餐，请咱兄弟老伙做伙共同来食。第二，喜乐儿童营伫咧6月13号已经圆满结束，并定着6月27号拜六伫拜堂3楼礼拜堂举办成果发表会，下晡2点是生活艺术展，2点半是美语戏剧，是积淀的故事，欢迎咱的兄弟共同来观看，看小朋友的拢来成果。第三，有订购每日读经诗的兄弟，请到办公室副干事来领。过来是教界消息，第一，银行教会兄弟3月28号下晡3点半举行斯文培牧师就任第5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欢迎咱邀请咱兄弟来参加。关怀大道离厝调用的兄弟徐光亮、吕豪兴、林林、简少燕、陈书记、郑明强、挂一个马来金、曾文德以及洪文展等下有一清。过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圣经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咱做伙来读拜。
第515首进行提杯，我感谢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日地，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